各位入場嘅觀眾、各位網上嘅觀眾去認識。首先，我哋而家有請1號 Florence。Florence 係一個充滿正能量嘅女仔喎。佢話佢好中意做運動嘅喎。佢希望過一個唔想過一個平平淡淡嘅生活。如何一個與別不同嘅人生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lorence。追求刺激同埋追求自由係我嘅人生嘅態度。好開心可以成為2024年嘅 Miss MX。喺呢度我可以充分感受到激情同埋速度。希望大家中意車之餘都會中意我啦。Thank you Florence。跟住有請2號 Joanna。Joanna 佢話佢只係愛好打機、睇戲、食嘢，仲有中意小動物嘅喎。睇下佢愛心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評判好，我係2號 Joanna。好高興今次參加呢個活動啦。咁雖然大家見到我今日着得好性感，但係其實身邊嘅朋友成日都話我係清純嘅。咁因為我係比較保守啦，同埋都比較乖。咁但係今次為咗呢個比賽，要 show 啲 body 出嚟俾大家睇嘅。Thank you Joanna。跟住有請3號 Kaylee。Kaylee 好中意影相、唱歌，仲係一個 outgoing 嘅女仔。最重要，佢係好中意同朋友講爛 get 嘅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評判好，我係3號 Miss MX Kaylee。我唔好睇我而家着緊一啲好 grand 嘅衫，但係平時我都係啲好搞怪、好 funny 嘅人。咁希望大家參加呢個比賽，可以大家認識我更多嘅另一面。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 Kaylee。有請4號 Yoyo。咦，原來 Yoyo 唔講唔知佢讀緊電影嘅喎，希望佢喺舞台同埋電影有一番事業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評判好，我叫 Yoyo 4號。咁我平時嘅興趣係去旅行啦，同埋好中意睇電影，所以希望以後都喺呢方面發展啦，同埋好高興第一次參加呢個比賽，多謝大家支持 ，Thank you Yoyo。跟住有請5號 Yumiko。咦 Yumiko 咧，佢係 slash 嚟喎，動靜皆宜，又中意古典音樂，又中意瑜伽同埋旅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Yumiko， 我係一個 accountant。